你看我今仔规身躯拢穿红色的，就是要互遐个观众朋友知影讲，当时流浪三兄妹有偌红，足侪人入去拢哭，一定爱炸手巾啊！第一次打板哦。这出《流浪三兄妹》，我对7岁拍起，到即马算起来已经有60几年。我感觉会当来介绍《流浪三兄妹》这出电影，我真荣幸。这出电影是一对夫妻真恩爱，去互这个河南的总督看介意着因妈妈，看到这个女主角，所以伊就起野心，抢伊的某，害死伊的翁。这3个囡仔还阁手伫咧抱，互人救去，送去因阿叔遐大汉。想袂到因咧阿婶足无良啦。死囡仔，涂骹扫扫的，倒啊切一个，去。迄阵啊，阮3个上细汉的3岁，第2个5岁，我7岁。因阿婶阁讨客兄，因小妹唔知影甲因阿叔讲，所以因阿叔杀死人，变成一个钦犯。这3个囡仔都无位好大。伊就甲伊讲，恁老爸就是安怎样死，恁妈妈就是伫倒位，所以伊想要去找妈妈。3个兄妹仔才开始搬山过岭去找。我会记得有一个场景，它是真正溪，一条溪，阮爱撩水撩到遮，然后边仔有围一寡大人伫遐甲阮保护。迄溪水真正是足错流吼，行去遐都爱放互流去，大人才阁游倒转来。阁有一段就是阮伫咧路边做去食，阁有一个足危险的场面，就是一条吊桥，中央的房仔就是断去啊，就是歹去啊，是上细汉的落落去，因大兄爱甲伊救起来，而且这个肉丸啊，我拢爱甲爱，伊阁足肥的，我迄阵阁足瘦的，它真的很重，拉都快拉不住了，很辛苦的过程。我到尾边有武功啊嘛，阮就行迄厝顶，嘛真正是伫厝顶行，毋是像即马讲有替身啦，涂骹有啥物弹簧床，你跳落来较袂受伤。有一部电影是减量小飞侠，我爱对咧墙围遐跳落来，结果跳落来我骹去折着嘛无通休困，嘛是爱继续拍电影。人的镜头吼，或者用一个替身落去走。我是缀阮妈妈去迄个江乐社戏班，阮妈妈是伫内面咧煮饭。阮妈妈是转去故乡生我了40天，抱去戏班大汉。我会用咧讲，我是戏班的囝，戏班囡仔。迄阵的歌戏的戏班就是咧内台嘛，毋是即摆讲外台戏、新名戏，毋是。较早无啥物娱乐，所以电影甲歌戏迄阵嘛拢足流行。我会记得迄阵的歌戏班总共有100几班，阮这班是江乐社其中的一团。有一天一个机缘啦吼，拄好大人无爱做的一个角色囡仔，我落去做。头家认为讲，我袂惊，不会怯场，所以伊就问我讲，你要做戏？我甲讲袂，因为大人拢穿得足水的，拢装得足水的嘛，囡仔人就足爱，你知道？就开始伫做。所以我做戏已经做足久啊，我这世人拢是咧做戏，做歌戏。